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elle，Hilton 地產經紀。最近幫一個客戶揾一間全新嘅屋，我就嚟到 Richmond Texas 77407 Trillium 嘅呢個社區，想介紹我身後邊呢間屋俾大家。佢哋嘅要求除咗交通要方便之外，社區嘅配套亦都要齊全。最重要嘅就係建築商要比較可靠。而我身後邊呢間屋嘅建築商就係 Taylor Morrison。而家買全新嘅屋，議價空間亦都係比較大，唔知大家又覺得依間屋點呢？歡迎留個 comment 俾我。依間屋嘅室內面積係3544尺，佔地嘅面積係8100尺左右，5房4個半洗手間，售價係732280，降價4.81%。HOA 嘅費用係1000蚊一年，稅率係2.82%。正門係向北，後門係向南。呢個 lot size 係屬於60尺嘅面寬。間屋嘅側邊就係磚同 sidings， 而間屋嘅前邊就係全磚嚟嘅。呢條車路可以停泊4架車。呢道門係加高咗9尺高。正門行到入嚟，呢度嘅玄關係有20尺高。右邊呢度係個 office， 呢度有兩扇窗係對住屋嘅前面。呢度嘅樓底係有14尺高，地下係鋪咗 vinyl 嘅地板。左邊呢度係個正餐廳，樓底係10尺高。右邊呢度有條樓梯上2樓。左邊有個客人用嘅洗手間。再嚟到呢度就係個客廳，有6扇嘅窗。呢度嘅樓底係有20尺高，亦都有個壁爐。客廳連住嘅呢度就係個早餐廳，有1扇窗同埋一道門去後院。喺個早餐廳隔離呢度就係個洗衣房，洗衣房嘅隔離就係一間套房。呢度有雙開門嘅衣帽間。呢間套房嘅全洗手間。呢度就係開放式嘅廚房，廚櫃係深木色。counter 嘅物料係石英石。backslash 係6角形嘅瓷磚。呢度係放雪櫃嘅位置。呢度門就係去個車房。呢度係個 walk-in pantry 啦。呢邊係36寸嘅爐頭，上邊係抽油煙機，風口亦都做咗啦。呢度嘅櫥櫃係 soft closing。廚房呢度可以通返嚟個正餐廳。呢度就係個主臥室。主臥室嘅樓底係10尺高，有3扇窗對住個後院。地下鋪咗地氈。呢度就係主人房嘅浴室。呢邊有2個星，一個浴缸。呢度係個淋浴間。主人房嘅坐廁，同埋主人房嘅衣帽間。而家就上個2樓度睇下。樓梯對住嘅呢個就係一間套房。呢度嘅樓底係10尺高。呢間套房嘅浴室有1個 sink。呢邊係花灑連埋個浴缸。主人房嘅坐廁啦。
上邊有扇窗，所以呢度採光係比較好。呢間套房嘅衣帽間，樓梯嘅呢一邊可以望到個門廳，另一邊就可以望到個客廳。再嚟到呢度就係個 game room，有5扇嘅窗，可以望到個後院。呢度就係個影音室，影音室嘅隔離呢度仲有一間房，同樣樓底係10尺高。呢間房嘅衣帽間，喺間房嘅隔離呢度係一個全洗手間。呢度就係後院嘅大頂露台，係有9尺高。呢個後院都係比較大啦，而後邊都係磚牆，磚牆嘅後邊就係一條馬路。呢間屋最大嘅壞處就係後邊有電纜。間屋嘅後邊1樓係鋪磚，2樓係 sidings。開車5分鐘就會去到呢度嘅社區中心，嗰度有網球場、沙灘排球場同埋泳池等等。上 West Park 收費公路18分鐘嘅車程就會去到唐人街，沿住99 Grand Parkway 亦都有商場，去 Costco 只係需要8分鐘嘅車程。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呢個視頻，記得 share、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多謝大家。